一如賽前所料 ，Alpine 果然好快就換人啦。車隊喺星期三宣布，新秀 Jack Doohan 杜漢喺第6站邁阿密站第一圈出局之後，即時被貶為後備車手，由舊年下半季喺威廉士上陣，今年被借去 Alpine 嘅阿根廷車手 Franco Colapinto 取代。但係意想唔到嘅係 Alpine 嘅聲明係話 Colapinto 將會喺未來5站上陣，代表住佢嘅位置都未必坐得穩嘅。而更令人驚訝嘅係喺呢一個車手替換嘅新聞出現之前，Alpine 嘅車隊主席 Ollie Oaks 竟然突然宣布辭職，職務暫時由花老爺 Fabio Briatore 接任。究竟 Alpine 車隊而家搞緊啲乜嘢呢？ Doohan 係咪值得俾人換走呢？換成 Colapinto 對 Alpine 有咩好處呢？咁今次我哋就好快咁嚟睇下啦。今年 Alpine 咧，如果想爭第5咧，就應該有啲難度啦。反而威廉士咧就做咗黑馬，慢慢爬咗上前面。而我而家玩緊嘅手機遊戲都有一個正起革命、充滿神秘感嘅部族，講緊嘅當然就係 Raid Shadow Legends 啦。呢一款讓我哋可以置身於奇幻世界嘅跨手機同電腦平台嘅遊戲，裡面有大量嚟自唔同部族嘅英雄。其中今次要介紹嘅部族咧係 Sylvan Watchers 森林精靈，佢係生活喺遊戲世界東方嘅迷霧森林，平時可能唔太起眼，有啲神秘，但係佢嘅實力好強㗎。我自己嘅常用隊伍當中都有來自森林精靈嘅英雄 King Galkoba， 貪佢夠坦啊，而且又識用毒又識補血。咁如果你都想加入呢場英雄戰鬥嘅話咧，現時係個好時機啊，因為 Raid 將會繼續送出新手套裝，只要點擊資訊欄裡面嘅連結或者掃描我嘅 QR code， 你將會立即獲得強大入門套裝，其中包括一位史詩英雄 Caladan the Strike。去到15呢之後，更加可以獲得額外嘅入門套裝，包括遊戲當中最強嘅史詩英雄之一 Ugo。使用我嘅連結下載遊戲之後，唔好忘記使用促銷碼 Treehugger， 免費獲得來自森林精靈嘅傳說英雄 Green Warden Ruark。注意啊，以上嘅獎勵只要用我嘅專屬連結或者用 QR code 下載遊戲先至可以獲得嘅。咁記住要喺下載遊戲之後48小時內領取啊。咁此外，我都開咗一個公會 FITV， 大家都可以加入，同我一齊做任務嘅。快啲用我嘅連結下載 Raid Shadow Legends， 夾呢一場英雄嘅戰爭啦！其實 Jack Doohan 呢一個位置咧，喺舊年年尾開始已經唔係好穩陣㗎啦。咁當時 Franco Colapinto 因為喺威廉士嘅表現唔錯，再加上同佢有關嘅贊助，因而引嚟唔少車隊嘅興趣。其中一支正就係 Alpine 啦。咁當時甚至有傳 Alpine 之所以提早一場同奧干解約，俾 Doohan 喺最後一場上陣，就係為咗滿足 Doohan 合約當中嘅上陣要求，以便能夠喺2025年年初就將佢換走，由 Colapinto 頂上。咁不過之後車隊都係保證 Doohan 可以開季嘅，但係就唔保證能夠完季。咁所以就算喺季前啊，大家都已經講緊佢呢個位最多跑到5-6場嘅啫，除非佢表現真係好好啦。咁過咗6場，計埋舊年尾站咧就7場啦。Doohan 嘅表現又點樣呢？嗱，我哋先唔好計舊年嘅阿布扎比站啊，畢竟都係臨時頂上，加上嗰部賽車係冇 upgrade 嘅，所以跑得慢啲都係正常。咁但係呢一季嗰6場咧，從數據上嚟講咧係唔掂嘅。Doohan 係現時4位0分車手之一，同隊友加斯利相比咧，排位賽係輸1-5，一齊完成嘅正賽咧都係輸0-2。更大鑊嘅係 Doohan 喺呢6站已經有3次較大嘅事故啦，包括頭場澳洲站第一圈嘅意外、日本站電閘嘅大炒，以及剛剛嘅邁阿密站撞到 Lawson 退出。嗱，咁樣嘅戰績的確咧就唔係幾好嘅，但係唔好忘記，其實 Doohan 都只係一個新人，新人要時間同埋空間去適應咧係好合理嘅。再加上今年嘅 Alpine 賽車都唔係快，連加斯利都唔係咁容易得分，咁所以 Doohan 暫時0分咧係合理嘅。而且就算係同加斯利相比啊，佢雖然係輸啫，都唔係輸好遠。唔計日本站因為佢大炒而少咗練習時間啦，其他賽站佢都淨係輸加斯利平均0.1至0.2左右嘅啫。巴林站佢幾乎係入到 Q3 添。最近嘅邁阿密站更加係首次喺排位賽贏到加斯利。咁所以其實早前咧係曾經傳言 Doohan 嗰個位咧係穩咗啲嘅，可以鬥到半年嘅。咁但係可惜喺邁阿密站之後，風向咧就突然180度轉變，最終亦都確認佢要讓位俾 Colapinto。咁其實早前喺季前評論新人嘅時候咧，我都講過 Doohan 嗰個位咧係最唔穩陣嘅。佢嗰個新手場咧係地獄級難度開局嚟嘅，本身 Alpine 都唔係易駕馭㗎啦，對住嘅隊友加斯利又咁有經驗，好容易被比下去。再加上有個 Colapinto 背刺，車隊上層咧又想換人，咁 toxic 嘅環境之下，佢嘅表現都算係有交代，算係咁㗎啦。咁但係問題係，既然係地獄級難度，要逃出生天咧，算係咁咧係唔夠嘅。基本上真係有神級嘅表現，要贏到加斯利先至有價講。而佢最大嘅弱點其實唔係賽車場上面嘅實力，而係場外吸金嘅能力。
我哋嘅朋友咧係用一個字嚟形容佢嘅，窮啊！一個電單車5屆世界冠軍之子，窮啊！一個可以喺摩納哥同舒麥加做鄰居嘅人，窮啊！你就知道 F1 世界嘅標準啦。咁其實 Colapinto 嘅有錢咧都唔係佢本身有錢嘅，而係佢背後嘅贊助。咁但係偏偏咧 Doohan 就係冇。澳洲有太多體育明星啦，太多體育比賽啦，就算係 F1，你首選都唔係呢個澳洲人啦。咁所以佢就係呢一點完全被比下去。如果佢嘅實力唔足以彌補嘅話，咁佢俾人換走咧，絕對係意料中事。下場 Imola 咧，佢就要坐冷板啦。咁但係換咗個人 Alpine 又係唔係獲得咗一個更好嘅車手，更加有力喺中游集團當中爭逐呢？其實 Franco Colapinto 呢位車手喺舊年嘅呢一個時間根本就唔喺任何車隊嘅視線範圍當中，佢喺 F3 同埋 F2 嘅成績咧都唔算特別突出嘅，佢只係威廉士嘅其中一位 reserve driver 嚟嘅啫，而且咧亦都冇聽聞佢背後有好大資金，咁所以直至季中之前啊，都冇人覺得佢會上到 F1 嘅。咁但係當 Sargent 被貶，威廉士當時淨係想揾個人頂半季，之後咧就有新思來頭，咁所以咧就揀咗 Colapinto 上去啦。然後佢嘅硬實力同埋軟實力咧就體現晒出嚟啦。首先佢從一開始咧就展示出比沙展哥更加好嘅速度，甚至係一度有機會威脅下艾邦，更加好早咧就攞到分數，證明佢有立足 F1 嘅實力。而同一時間佢都把握到天時地利啊！佢嘅家鄉阿根廷係一個需要民族英雄，需要有人喺國際體育競賽當中爭光，以獲得心靈寄託嘅國度。咁呢一點咧，好多其他比較發達嘅國家咧係比唔到嘅。Colapinto 因為突然上 F1，喺阿根廷從無名小卒變成國家英雄，加上本身阿根廷就係有濃厚賽車文化嘅國度，咁只不過國家窮先至辦唔到 F1，先至好難有車手上到 F1。而家有啦，咁佢嘅市場潛力咧就可以體現到出嚟啦。好快就有大贊助支持佢，令到一眾車隊咧都更加希望獲得佢。咁甚至當時有傳連紅牛都想要佢啊，嚟到彌補佩雷斯嘅拉美市場。咁可惜 Colapinto 嘅表現，隨住佢喺巴西同埋拉斯維加斯嘅大炒，蒙上好大陰影。佢自己都有啲失去咗信心啊，同艾邦嘅差距拉大咗，亦都令到佢最終冇辦法立即獲得2025嘅車手席位。由於威廉士現時有雙星啦，咁所以 Colapinto 一定要出走啦。結果就嚟到 Alpine， 同時都將其中一個大贊助拉咗過嚟。正如上面所講啦，由 Colapinto 宣布加入 Alpine 開始，大家估計佢將會好快頂替 Doohan。而 Alpine 咧亦都好積極咁樣幫佢準備，已經做咗好幾次嘅舊車測試啦。咁所以佢頂上嘅準備咧，甚至一定比角田升大牛嘅時候好啊。咁不過現時 Colapinto 都淨係簽咗5場嘅啫，代表車隊都留咗個尾巴，以防 Colapinto 表現更加差，或者更現實嘅係用呢一個手段嚟到同贊助商講價。你想佢安安全全咁樣留到季尾啊？麻煩攞多啲錢出嚟啊！唉，冇辦法啦，賽車就係咁樣噶啦。如果兩位車手實力相當嘅話，咁有錢嗰一位咧就一定有優勢嘅。咁但係 Colapinto 係唔係會比杜漢好呢？坦白講我就唔特別睇好嘅。咁但係至少佢嘅環境咧就冇杜漢嘅時候咁 toxic 嘅。咁之後嘅歐洲3連戰將會係證明自己嘅好機會。3條賽道都係佢跑過嘅，其中佢喺舊年嘅 Imola 嘅 F2 咧更加贏到分站冠軍添。咁所以比起 Doohan咧，佢算係有天時地利噶啦。有冇人和就要睇下佢能唔能夠把握得住啦，否則花老爺捧得起你，亦都可以貶你落去。咁啊，睇下5場之後會點樣啦。咁今次 Alpine 嘅換人，我相信大部分有跟開嘅車迷咧都已經預料到噶啦。咁但係預料之外嘅係今次換人咧，連個車隊主席咧都換走埋。曾經係紅牛青訓車手嘅 Ollie Oaks 喺舊年8月走馬上任，成為 Alpine 2年內第3任車隊主席。估唔到唔夠1年就已經離職啦，仲要係喺公佈 Colapinto 頂上嘅同時離任添。同 Oaks 同時上任嘅仲有車隊顧問花老爺 Flavio Briatore。明眼人都知道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大佬。咁不過現時都仲係 F2、F3 車隊 High Tech 領導人嘅 Oaks 咧，都有佢嘅影響力嘅。車隊都多咗好多佢從 High Tech 帶過嚟嘅團隊，以佢喺賽車場上面嘅經驗同埋年輕嘅魄力，絕對係領導車隊走出低谷嘅人選嚟嘅。外界都對佢有啲期望。咁不過從處理 Doohan 同埋 Colapinto 呢件事上面咧，已經睇得出佢同埋花老爺嘅衝突㗎啦。Oaks 以及車隊嘅工作人員明顯係撐 Doohan嘅，佢係睇得出佢嘅潛力，亦都覺得應該要俾個機會佢。因此 Oaks 一直都係最幫 Doohan 嘅人。外界嘅問題通通由佢頂住，嘗試令到 Doohan 嘅壓力咧細啲，幫佢適應比賽。直至到邁阿密啊，佢都仲係想保下 Doohan 嘅。
無奈嘅係話事人始終都係 Briatore 屬意 Colapinto，Oaks 唔同意都冇用，最終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分歧啊，令到 Oaks 決定離隊。Alpine 2年內3次要換 Team Principal，根本就亂到傻。舊年 Briatore 上任起啊 ，Alpine 首先係棄咗雷諾自家引擎，又喺公司進行大瘦身，現時咧又有車隊主席離職，真係唔知佢哋搞緊啲乜嘢。究竟車隊嘅目標、長遠發展嘅去向係點樣呢？現時睇落咧好似越嚟越迷失嘅。Oaks 本來係被認為係有機會幫車隊邁向未來嘅人，如今領導地位咧就俾咗一個舊時代嘅人。花老爺 Flavio Briatore 係一個為勝利不擇手段嘅人。我上個禮拜出嘅1994 F1 賽季回顧咧，提到巴列頓車隊嘅疑似作弊，其實當時嘅領導人正正就係 Briatore， 而佢最不擇手段嗰次咧，當然就係2008年嘅新加坡撞車門事件啦，赤裸裸咁樣操控戰果，因此係一度被 FIA 判終身禁賽嘅。咁不過最終俾法院推翻咗判罰，令到佢可以重回賽場。咁佢的確咧係有能力將勝利帶俾車隊嘅，但係方法就真係不敢恭維啦。我曾經講過 ，Briatore 作為 F1 車隊嘅領導人，其實佢本人咧對賽車興趣係唔大嘅。首次入場睇 F1 更加係覺得太嘈有啲悶添。佢睇上嘅係喺 F1 撈錢嘅潛力啊！佢對勝利嘅執着其實係源自於佢對吸金嘅執着。今次佢力捧 Colapinto， 我好難相信佢係淨係睇到佢嘅實力咯，甚至覺得呢啲贊助得手之後咧，佢自己都有啲着數嘅。而佢睇重嘅亦都係短期獲得成功嘅方法，咁因此先至轉用平治嘅引擎。咁可能來年佢真係會成功嘅，咁但係而家嘅亂象佢又真係要處理下嘅。究竟 Briatore 能唔能夠好似30年前一樣，能夠為 Team Aston 帶嚟復興呢？定係只係製造咗一支烏煙瘴氣嘅有毒車隊呢？我哋睇落去就會知道啦。咁今期節目差唔多啦，其實我上個禮拜出咗支長片嘅，講述 Briatore 旗下嘅巴列頓點樣同舒麥加喺爭議聲當中贏得首個世界冠軍。心機之作嚟㗎，希望大家可以再支持下啦。最後都問下大家，你哋覺得 Doohan 係咪值得咁樣被貶呢？Colapinto 會唔會有更好嘅成績呢？ Alpine 車隊嘅未來會點樣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嘅。最後都想再一次感謝一班會員朋友，包括太子爺嘅 Alan Choi、Reuter Wong、David Chu、Low Dennis 同埋 O Hattery， 以及沙皇炸彈嘅飛龍、Jason D、David Henry Lee， 仲有 Onyx 同埋 Live 級別嘅各位會員，有你哋嘅支持，先至可以令到我繼續製作呢啲賽車相關嘅影片。最後再提下大家要用我嘅連結下載 Raid Shadow Legends 啦。咁就係咁多，我阿飛，我哋下次見，拜拜。